馬會蹬死麥道朗，董明朗人衰行路打到褪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賽後情書。先講麥道朗，麥道朗陷入頭馬荒呢個真係一個好小眾嘅形容詞。但係今日已經係阿麥生嚟香港嘅第3個賽日。往年嘅佢喺呢啲時間相信就已經大殺四方，但係今年嘅佢去到第3個賽日都依然未開齋，全日騎6隻，成績分別係6、9、8、6、8、3，得1隻上名，可以話係全日遊馬可咁滯。就以佢今日最熱嗰2隻馬嚟講，首先係第3場嘅有形勇士，咁佢就係跑第9嘅。不過呢一場佢都好唔好彩，因為你哋睇片都可以見到，其實係勁者壓咗入去入邊周俊樂隻焦點，再連消大打之下推埋內欄嗰幾隻入去入邊，咁入邊嗰幾隻都係要立備嘅，好似打乒乓波咁。其中就包括係有形勇士同埋大熱門嗰隻時間寶。另外關於時間寶，其實我跑完之後已經喺 Facebook 問，究竟其實時間寶係憑咩做大熱門嘅呢？佢仲要係馬王飛 1.7 倍嗰隻大熱門喎。明明呢一場贏嘅3甲過往都係有近績嘅馬，但係啲飛就聚晒落去時間寶嗰度，可能冇咗潘一哥喺度啦，揾時間寶嚟孭飛。不過 anyway 講翻麥道朗，咁呢一場又真係唔怪得佢嘅，只可以話佢真係黑仔。不過就算佢唔黑仔，其實我都唔覺得佢可以追得上去贏到嘅。另外一場就係第7場嘅大熱門君智勝，咁其實佢沿途走位跑法都冇咩問題，只係隻馬騎落去真係冇。有問題嘅只不過係佢唔值得係大熱。今季跑咗2次，2次都係3甲不入。如果前2次都話有藉口可以俾到佢嘅話，咁今次換埋麥道朗上去就應該冇藉口啦啩。不過順帶一提，唔知大家有冇入場嘅朋友有睇到熒幕嘅大電視啦？咁話說今日每一次麥道朗出馬嘅時候呢，馬會都會特登整一條片話俾大家聽，嗱，佢今日騎咩馬？其實條片呢就整得好有氣派嘅，即係想話俾大家，嗱，全球最佳騎師嚟咗香港，嚟咗跑馬地騎馬啦，大家快啲買啦咁樣。但係好死唔死，好尷尬嘅係佢今日全日都係贏唔到，變相就蹬死咗麥道朗，定係呢個都係另一個幫手孭飛嘅策略呢？咁我就不得而知啦。暫時咁睇，可以破到麥道朗喺香港嘅頭馬荒，最大機會都係星期日隻浪漫勇士。不過我話不過啊，有咩 touch wood， 有咩大吉利是，一個唔好彩浪漫勇士都贏唔到嘅話，咁到時大家又有花生食啦。而要數到今期另一個唔好彩嘅人，就一定係非董明朗莫屬噶啦。咁眾所周知，佢騎埋今個月就收隊返南非，而佢至今都仲未開齋嘅。咁佢今日2隻馬咧都好唔好彩咁跑第2，先係第6場嘅紅前道11倍落飛落到去7倍，12檔搶放，但係好可惜最後輸半個馬位，俾艾少禮隻翠湖烈風劏咗。再跟住喺第7場騎蘇慧賢隻醒目先驅入直路掟出去出邊都可以塞車，其實某程度上都幾搞笑，即係你拉到出去你都可以塞一塞。最後追唔切頭馬隻本領非凡返嚟，又係跑過第2。其實真係有咩慘得過跑第2？就係連續2場都跑第2。咁佢就剩翻3個賽日就返南非噶啦。有冇送行馬都係未知之數。你哋又點睇麥道朗同埋董明朗？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訂閱讚好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